輕黏土仙人掌，事不宜遲，為大家介紹工具同材料先。一、不同顏色嘅輕黏土；二、白膠漿；三、水晶球；四、燈串；五、廁紙筒；六、15厘米長嘅花邊；七、40厘米長嘅絲帶；八、雙面膠紙；九、黏土工具同埋戒刀。將燈串由水晶球底部穿上。燈串電池部分用膠紙固定。燈串嘅電線部分同樣都係用膠紙固定。花泥部分可以用廁紙筒先用筆畫一個圈，界出1厘米高嘅圓形，又或者用卡紙做出一個4厘米直徑嘅圓形亦都可以嘅。用啡色黏土搓出一個圓形，將黏土放喺剛才整嘅紙圈入邊，等佢乾透。如果黏土有裂紋，可以用手濕少少水再搓就可以啦。跟住做仙人掌部分，記住每做完一種顏色嘅黏土，用濕紙巾抹一抹手，避免手上殘餘嘅黏土染到新嘅黏土上邊。球形仙人掌用黏土搓成一個2厘米嘅球形，然後由球形黏土嘅中心點開始用刀界一個圈，如此類推，分成8份。用針棒喺每一份篤4至5個窿，如此類推。取出一小點另一種顏色嘅黏土，搓成球形之後，用手指輕輕壓一下，用針棒沿住周邊壓出花瓣嘅形狀，再取出一小點另一種顏色嘅黏土，搓成球形之後，放喺花瓣上成為花心，就完成球形仙人掌啦。板形仙人掌用黏土搓成一個2厘米嘅球形，將球形黏土搓成直徑1厘米嘅圓柱形，用刀切開，攞3份嚟用。將其中一份黏土搓成水滴形，喺黏土嘅底部用刀輕輕壓出幾條直紋，另一面重複輕輕壓出幾條直紋，如此類推，做成3個板形嘅仙人掌。將3個板形仙人掌以一左一右嘅形式黏合就得㗎喇。同樣用剛才做花嘅方法做出仙人掌嘅花，貼喺頂部就完成㗎喇。柱形仙人掌用黏土搓成1.5厘米嘅球形，再將球形黏土搓成大約1.3厘米乘4厘米高嘅圓柱形，將圓柱形嘅黏土用刀由中間點分成4份，同樣喺每一份用針棒篤5至6個窿，取出一小點嘅黏土分成4份，搓成水滴形。取一份用手指輕輕壓一下，如此類推。完成後將4塊花瓣組成小花，貼喺仙人掌嘅頂部，加埋花心就完成啦。所有黏土乾透之後，可以組成各部分。花泥部分喺卡紙貼上雙面膠紙後，再圍上花邊，喺花泥上塗上白膠漿，再將排好高低位置嘅仙人掌裙貼喺中央。喺底座貼上雙面膠紙，然後將整座仙人掌裙貼上，跟住將燈串擺好位置，然後蓋上透明罩，圍上絲帶，打個靚靚嘅蝴蝶結，開埋個燈掣就完成㗎啦。